What's up, guys? This is Linus, the Taiwanese who teaches Chinese online. Have you found your soulmate only to discover that their mother tongue happens to be Chinese? If you have, a visit to meet their parents is unavoidable. But don't worry, there's no need to be nervous when that day comes. Just take a deep breath and spend a couple minutes watching this video. 怎么这么客气？怎么这么客气？怎么这么客气？妈妈，我回来喽！回来啦！这是我男朋友。叔叔好，阿姨好，这个给你们。来来就好了，怎么这么客气？没有啦，应该的，应该的，小小礼物不成敬意。好，好，快进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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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吃过了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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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没。好饿哦！来，我准备很多菜。来，自己来，多吃点啊！谢谢阿姨，你做的菜真好吃。哎呦，嘴巴真甜。阿姨，我帮你洗碗。啊，不要，我自己来就好了，我来就好了。没关系，在别人的家做客应该的，应该的。好，你休息一下。谢谢。你男朋友很不错哦，会挑哦，以后可以继续当你的公主哦。你们是怎么认识的？你们是怎么认识的？你们是怎么认识的？哎，宝宝过来聊一下啊。所以你们是怎么认识的？当初在夜店。朋友介绍认识的。对，而且你那天穿的超辣。是吧？我记得我那天明明穿很保守啊。还想骗？但我没年轻过啊。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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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来教英文。是哦，听说很多外国人都是在国外混不下去，才来台湾教英文。爸，你在说什么啦？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不希望你跟奇奇怪怪的外国人在一起。叔叔，虽然我知道很多外国人是这样，但是我真喜欢台湾和中国的文化，才会来这里生活的。你会打麻将吗？会，除了麻将，我也打太极。看来你是真的有心。走，来一将。有结婚的打算吗？有结婚的打算吗？有结婚的打算吗？哎，看你们也交往1年多了，有结婚的打算吗？妈，人家才第一次来你就问这个。没关系，阿姨，我真的很爱你的女儿，绝对不会辜负她的。讲这么多，我女儿也30好几了，娶不娶一句话？叔叔，先喝了，这个我们晚点再谈。好。有空再来玩，有空再来玩，有空再来玩。叔叔，阿姨，再见。有空再来玩。好。叔叔，我有空了。叔叔，我来了，我又来了。Racing， 我只是客套，我不是真的要你有空就来。对不起，我知道了，不好意思。First impressions are always the most important, especially when you are visiting your future parents-in-law. There's no such thing as being too polite, sincere, or sweet. 嘴巴甜一点 never goes wrong. I hope that your visit goes well and that mom and dad approve. 来，自己来，多吃点。谢谢。妈，人家才第一次来就问这个。没关系，我真的爱你的女儿。那就好呢。娶不娶一句话？叔叔，先喝了，我们再晚点。朋友介绍认识。对啊，而且你那天穿的超辣。